轮回中的一切众生都是在苦海当中。轮回佛陀所讲的就是三界轮回，也可以说六道轮回，都是一样的。反正就是在下三道来说到地狱、恶鬼、畜生，就是下三道；上三道来说到天道、阿修罗道、人道，啊。也是在六道轮回，所以在三界轮回中的一切众生都是在一个苦海当中生存的。所以苦海是什么意思？轮回中的一切众生都是有苦，都是在行苦。所以佛陀讲第一转法轮的时候，都是讲苦寂灭道，苦寂灭道。那么这个时候就是第一个讲的什么苦，让我们知道苦，从苦中解脱的时候才会得到圣者的果位。那么我们从苦中要怎么解脱？首先必须得要认出苦是什么样子。那没有办法认出苦是什么样子，就像我们人每天觉得我们的人生是非常好，人生再痛苦也是很努力的去要。但是真正的能够快乐就认不出来，真正的痛苦也是认不出来。所以轮回中的一切怎么说呢，一切的这种苦跟乐这些感觉来说的，实际上佛陀给我们讲的就是轮回当中呢，没有一个幸福感，没有一个快乐。但是我们所谓的这个认为是快乐的，这些都是非常短暂的，非常短暂的。一个人根本就没有幸福过，没有快乐过的时候，稍微有一点点轻松的时候觉得很幸福。但这实际上来说的，就是一个生病的人疼得不行的时候，你吃个止痛药稍微缓解的时候你觉得很幸福那这个并不是真正的幸福。真正的幸福是什么？你没有生病的时候所以我们轮回中的众生就是这样吃止痛药一样，把这个吃止痛药的这个麻醉的这个过程当中就当作幸福。所以为了麻醉，所以追求这个麻醉，我们就把所有一切的精神、精力、时间、金钱全部都用在这个上面。但是到最后我们走的那一天还会得到什么？那就什么都没有，带着悲伤跟痛苦来离开这个人生。那么下一世我们就这一生的人生这样就很痛苦的圆满了，但是下一世是不是从这里一走直接就到极乐净土？并不是这样的。那我们没有修到一定的这种质量，没有做到一定的功德的情况下，下一世还是一样的一个人的情况下，还是善是非常好的。但是就像这一世一样的这样的一个人的话，反反复复有何用呢？没有什么用。其实实际上来说的，但很多人来说的就没有办法肯定能够下一世也是人地狱、恶鬼、畜生。从地狱跟恶鬼、畜生还有人道这几个的众生的这种种类，还有它的数量来说的话，就我们得到人生是非常非常难得的。从地狱跟恶鬼这两个众生的数量来说的话，地狱的众生如同是晚上在空中看到的这种星星一般的情况下，那么在比起地狱的众生的量来说的话，就恶鬼的众生白天天空看不到一个星星一样的道理，区别就是那么多。那么恶鬼的跟畜生也是一样的，畜生的众生如果是整个这个地球的大地的所有的泥土的灰尘那么多的话，那么我们在这个看得到的这个畜生的这个数量来说的话，就像拿一点点怎么说呢，泥土放在这个指甲上，它会有多少个灰尘？就像这样的一个数量，差的非常多然后畜生我们就大概也可以看得到，畜生主要的聚集的地方就是整个的大海，还有加上呢就是野生动物跟宠物这些各个方面，就是在虫类鸟类这些都是畜生。
所以从出生的量跟我们人类的人世界的这个地球上的所有的人的量，那么人类只不过也是70几亿而已嘛。那么在一个大的一个蚂蚁窝里面都是70几亿，是肯定也不止70几亿的那种量。所以一个很大的蚂蚁窝的话，已经完完全全超过了人类的数量。所以我们看众生，我们所有的六道中的众生，相通的一个因缘是什么？因无明都成为了众生。所以这个过程当中，就是因贪嗔痴就不断的在循环，所以这是同样的。那么这里面就是有一点点不同的，就是什么？有些呢就是短暂的福报比较大，所以就是升为的天上，所以就是作为天人，或者有些呢就是比他稍微差一点，升为那种阿修罗道。那么在人类就这样的，就恶鬼、地狱、畜生，就这6个过程当中在循环。所以我们佛教里面所讲的人生难得，尤其是在下面人生。所谓的下面人生是什么呢？我们今天下面人生的方面是不用特别解释，因为在这本里面就会有讲到的。所以我们今天呢，就是先从这里，我就大概的就是介绍一下我们为什么要修行的重要性。那当然这边的很多都是老居士，不需要特别多的讲。但是佛法呢，就是你知道，但是每次提到的时候就会有帮助。所以我们在看佛教的书本，重复要看的时候，每次看都是会有一些的不同的收获。所以看多次有多次的功德，这就是佛的价值。那么今天你看一个其他的故事书，看过一次，那么再看的话没有任何意思。但是佛教的书就不一样，简简单单的一本书，你看一次有一点点收获，再看第2次的时候就不一样的感觉，看第3次的时候就更不一样。所以这是什么？这就是你佛法的功德，而且佛的加持，把你的相续加持了，所以你的相续的这个业力就清楚了，所以你就越来越，我们前面所讲的智慧就越来越高了。你的智慧就越来越怎么说呢？变大了。所以呢，就是对这本书呢，就越看越有兴趣。那而且要这个方面还有一点事情是一定要注意。你看第1次、看第2次的时候就比较没有信心的时候，那你必须得要做些功德，一定要念经，要忏悔做其他的功德。相方面不想看书的时候，你就看有没有其他可以做的，像比如说点灯、放生或者念经。或者是就是做礼拜等等的，从生苦役的，能够可以消除业障的，快速能够可以消除业障的一些怎么说呢？功德必须得要圆满，或者要不要去超生或者这些。但是一提到超生的时候我们就有一些的大部分的居士们去超生很好，但有些人又去超生的时候就有这样要求那样要求，又这个不满意那个不也满意，然后又会去烦恼，这样的时候也超生有的时候就有点麻烦。所以这些来说呢，就怎么说呢？经常在去超生的时候，超生跟旅游不一样。旅游的时候你当然就付了钱给旅行社，以后就没有安排好的，你可以这也是可以，如果是好的一个时间来说呢，这也不会计较的。但是你如果是计较的情况下，也是说得过去，因为你是一个实践人，为了要享受快乐，所以花钱。他没有给你安排好的话，你可以发点脾气，也是说得过去。但是你超生的时候不一样，超生你用钱买机票是当然的，应当的。但是这个过程当中，你一天没有吃到饭，这是很珍贵的。佛陀6年空修的过程，想一想，我今天一天吃的比较简单，睡得比较简单，坐的车比较简单，那多殊胜的一件事情，一定要这样去想，不然的话我就真的是尤其是我们台湾的这些居士来说的话，去超生的地方都是比较比台湾差一点的地方，经济条件、环境条件各个方面，就像比如说印度、尼泊尔、藏区。或者是在其他的一些地方，主要是佛教的一些圣地去的话，也是每一个的地方的这个文化不一样，环境不一样，
所以就有一些不同的时候呢，那么这些都是你就必须得知道。我在台湾的从来我就在台湾过一辈子都没有这个机会啊！今天是多么好的一个机会，能够可以修忍辱，啊，能够可以再苦修一次，就这样想得到的话，这就是智慧。如果想不到这样，今天这样要求那样要求的时候呢，那你的这个傲慢心就越来越重，而且是嗔恨心也是在存在的，然后你的贪心就越来越大。这就是第一，因为是有傲慢，所以就产生了贪心。什么傲慢？那就是像哎呀，我们那边就什么都有啊，就这里什么什么什么，就这种很多的想法。哎呀，我们才不喜欢啊，不想吃这些啊，什么不想睡这里啊，等等这种，那就不行了，那就是贪心跟傲慢一起啊，所以呢，就是会很容易产生嗔恨心。对道友嘛，就是金刚师兄一起的，或者是包括带你去的这个上师也好，或者是带你去的道友也好。啊，或者是你去的这些接待你的这些这个对境都不满意的时候，就很容易起烦恼，然后你的烦恼也让他烦恼，所以就是自己一起造业嘛，对不对？所以就是我们修善的时候就自利利他一样，你就是自造业，然后让他也造业，所以结果都是你的业障，所以就很不好。所以这个方面就只是顺便讲一下。哎呀，那我们现在打开书本的第6页吧，第6页，对，第6页就是科目的这个第2个方面。这个本身这个课呢，就是有这个怎么说呢，6个阶段嘛，共通外潜心跟不共内潜心。不先上师言教这本书呢，就是作者是巴智仁波切，巴智仁波切是一个大菩萨，非常殊胜的。因为就是简单的讲一下巴智仁波切的怎么说呢，介绍一下巴智仁波切的话，那因为你上次没有来参加的人来说的，就简单的今天只是说一下巴智仁波切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人。巴智仁波切出生在康区的一个高僧，他呢就是一生当中都是修持佛法，依止了很多的上师，然后学习了佛法跟修持佛法，成就是非常殊胜的一位大堪布。他主要的在成为堪布的这个学校是左倾西日僧五明佛学院，他是左倾西日僧五明佛学院的大堪布。那么他在左倾西日僧跟白马堂在这些地方讲如菩萨行论都是讲了20几次的。那么在他讲如菩萨行论的时候，当然在左倾寺的历史上有多少人讲过如菩萨行论，但是巴智仁波切讲如菩萨行论的时候更特别的，然后就特别的象征，在整个的环境里面都有盛开着很多的这种格桑花。格桑花本身就是左倾的这个寺庙的环境里面都是非常多，但是巴智仁波切讲如菩萨行论的时候就开了很多100遍的，或者是少于25遍以上跟100遍以下的很多很多的那种非常特殊的格桑花。所以在那个时候在学习，在修持僧我们佛学院里面学习的那些出家人找到这些就看到这些花的，那也不是所有的人看到，但是少数的人看到的，就是最大的那种最多的100遍的那些可能少数人得到的，得到那些的人得到那个花的那些出家人，后来都是成为了大堪布大学者就这些缘起的。自从那个以后呢，就是到至今也是这些花朵多边的那种格桑花都是有存在的。所以有这么一个非常殊胜的那么他呢就是写这本书《普贤上师言教》这本书呢，也是在左倾寺奔路文殊的洞里面，他就是在修持闭关的时候在写作圆满的。所以这本书呢，它就是完完全全以慈悲为众生的这种持有一个慈悲的加持跟慈悲的甘露，以这么一本书。所以任何一个人接触这本书呢，今生就是非常有缘的，他一定就是能够可以成佛的，能够可以种下菩提种子的一个这样的因缘的人，都会
能可以接触到这本书。所以你们一定要知道啊，这本书是非常的殊胜。那么巴智仁波切的这个列传的部分呢，我们就如果是前面上次没有听到的人，以后你们如果是有兴趣的话，我专门有一天可以安排时间给你们讲啊，这个你们也应该要听一听，这是非常重要的。巴智仁波切的他的一些简传跟他的一些过去的弘法利生事业跟他的这个行持这个修行的一些故事是非常重要的。那我们今天呢，就是因为时间的关系，就今天先简单的讲一下，因为我们每堂课上面都是讲很多那个他的故事的话，我们时间不够，所以我们现在呢，就是第一个前面讲的都是比较学习的重要性和修行的重要。那么现在我们今天真正的在进入这个听课的时候，我们要有这个圆满这个听课的这个条件，所以就生苦义三门清净的，然后对上师对金刚师兄对环境都是要有应当的这种静观心来听课，这个是非常重要。那么最主要呢，就是我们今天来这里听课是为了什么？为了一切众生，让一切众生早日从轮回的苦海当中要解脱出去，让他们赶快获得正等觉佛的果位，要有这样的一个发心。从这样的一个发心的基础上，然后我们要听课。资本做人着康着